金手指同手轉鈴教學。手轉鈴嘅姿勢，我個人鍾意用前者，大家可以睇下我嘅手勢。另一個方法適合隻手冇咁大嘅人，習慣下夾住扯鈴轉動嘅感覺。學習單手捉棍，大家可以睇下我嘅手勢，呢度超級重要。將扯鈴拋高嘅時候，身體要微微蹲下，並將扯鈴往上拋，然後用手指夾住扯鈴。恭喜成功，下次見。多謝大家。